無數個旅程，說不完的故事。無論旅程因何而起，或者有幾頻繁，可靠貼心嘅服務同安全保障，對你同你摯愛嘅物品嚟講都不可缺少。喺國泰航空貨運站，每一件空運貨物都得到我哋悉心妥貼嘅照顧同保護。國泰航空貨運站係香港最新嘅航空貨運設施，致力服務喺香港國際機場營運嘅航空公司。放眼未來，我哋致力配合全球發展最快地區日益增長嘅貨運需求。我哋事事以客為先，主動無間斷實時監控貨運站內所有貨物。我哋充分利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同條碼追蹤科技，管理貨運站內所有操作流程。我哋旨在打造與眾不同嘅服務，為客戶提供優質嘅服務體驗，以及迅速穩妥嘅貨物處理。我哋精心設計貨運站，完善託運流程，利用最新技術，令轉口貨物嘅接駁時間縮短近一半，由8小時降至5小時。經過特別安排嘅，更能夠縮短至3小時之內完成處理。我哋深得客戶信賴，令大家可以無後顧之憂。無論物品需要精確控溫，抑或鮮活貨物，定係危險同貴重物品，都能夠得到周全嘅安排。我哋規劃最完善嘅託運流程，確保任何種類、任何尺寸嘅貨物都能夠得到最具效益嘅管理。我哋團隊傾力合作，為你度身訂造物流方案。我哋深知喺整個貨運處理流程當中，每一步都同樣重要。